至圣的上帝伫圣主日，阮来到圣殿要来敬拜你。每一礼拜，阮对你的敬拜，是阮伫生命中间最神圣、佮充满祝福的时刻。阮伫你的祭坛前，我用敬畏的心，向你献上阮的诗歌，伫你的面前静静听你圣经话命的话，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来帮赞。互阮听会当明白，做阮生命的利益，也愿阮的学乐敬拜会当真对上帝你所欢喜，也因为安尼来祝福今仔日礼拜所有阮的兄弟姊妹。愿主你的圣神降临伫会中，你的神来点伫阮的心内。愿将今仔的敬拜交伫你的手，恳求你降临伫阮的中间，互人甲你亲近。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或者无队友第一摆来到你的圣殿的人，主福音互阮，拢得到上帝你福音的好处。阮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敬交伫你的手，求主你掌权，用你阳光来充满伫阮的中间。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
早，咱会当伫个遮做伙来敬拜上帝，咱做伙来吟诗歌。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果子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一粒麦子》。感谢主，伫圣经内底明明白白甲咱讲，
只要咱愿意，上帝赐予咱足水足水的生命，感谢主。咱伫个诗篇119篇105节，咱咧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人的一生中，无一定拢是风平浪顺吼。当咱拄着困难的时，上帝的话就亲像光共款，引带咱对黑暗遐行出来，进入光明的世。而且不止光明，而且佫充满着盼望。咱做伙来唱这首《主啊，我要跟对你》。你点我心，当我茫茫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会听点我心，当我无外口的时。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动用的器具，拢是上帝动用的器皿。咱来将上帝的疼分享给更加侪人，咱认识上帝。忙碌的生活，互咱定定拢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伫个生活中有足侪代志，行程咱就无排甲满满，咱就会感觉足袂安心的安尼，感觉有啥物代志无做着。总是上帝爱咱安静咱的心，来到伊的宝座前，静静听上帝所要甲咱讲的话。咱做伙来唱这首《静静听》。
爸爸，阮真欢喜会当伫个主日的时阵来到你的宝座前敬拜主。求我把上帝，互阮每一个人有安静的心，伫个忙碌的生活中，阮有做爱烦恼的代志。总是主，你的话、你的声会引带阮，互阮的心会当安静落来，听主你要甲阮讲的话。主，你嘛听阮的祈祷，互阮将阮生命中所拄着的困难、艰苦，会当交托互主，将阮的重担交互主。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每一个人会当享受着主你所赐予互阮美妙的生活。求主你嘛帮助阮每一个人，伫个今日，阮会当安静阮的心来听主你所要对阮讲的话。阮伫遮献上阮的敬拜、祈祷、感谢，奉主耶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伙过来唱，静静听。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爱伊空听主的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无在聆听我的声，伊是大无价。全地着用摇花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摇花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乐伊的名，因为摇花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世间情人拢着
天生徛伫面前，我伫看如世间小事，但阮免伊相思。上帝讲你面的圣殿，咱着敬拜心虔虔。这时，请咱三甲来吟圣诗《俄罗上帝》圣诗40首。我心敬听主耶和华，请咱起立吟全首。我心敬听主耶和华，听我恳求的声。伊啊，伊空欢喜听我，我要求叫伊名。主收拾我恩典真多，我着怎样报答？我要放弃求阮的话，我的欢喜甘愿。我做老母是小弟，你有头帮我做。祝福真美心的事，实在最真可贵。我要你谦卑心灵前，对主写我的愿。一日乡下耶路撒冷，得了主高言愿。阿门。这请咱三甲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也这请坐。请咱三甲来启用上帝话，启文18篇，是圣诗的后壁面，诗篇90篇。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这个山也袂生出，地甲世界也袂造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你互人归途，讲，你世间人着活倒转，因为在你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搁亲像暝间的一更。你亲像用大水甲伊流去，因亲像困一醒，因亲像草早起时无声，闲时受我就孤单。因为阮对你的生气就消灭。搁阮对你的发性来惊吓，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将阮稳捌的歹摆伫你的面的光明中。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生气，阮的年岁过了，亲像土一个开。
愿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勇壮通到80岁，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因经过，阮就过去，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摇花要到一时呢？求你倒转，为着你的劳碌来回心，求你早起时用你主爱，互阮满足。互阮一世人欢喜快乐。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照阮拄着患难的年，互阮欢喜。愿你的所做对你的奴仆显现，你的阳光对因的子孙显明。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愿你坚固阮手所做的工，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阿免。接续，请咱三甲来吟圣诗206首。今日是主设立做成。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恩典的主，听阮的天父上帝，你所疼的囝儿查某囝，伫圣主日来到圣殿敬拜你。主啊，阮为着你保守阮平安，感谢你。阮嘛为着你，为着阮的生命中所拄着的艰难困境，有主你的怜悯、扶持甲安慰，献上感谢。主，阮嘛为着你为阮所预备，超过阮所求所想丰盛的恩典，阮感谢学乐你。听阮的主耶稣，你是阮生命的典范。主，你有怜悯，有满满的慈爱，你是圣洁公义的主。主，你有教示阮讲着完全，亲像天父完全一样。主，阮知。这是你爱阮去学习、去追求生命的功课。阮按这个标来跑走。主，我嘛明白阮家己的有限，阮不过是土粉所做的。主，阮知，阮真正需要你，因为安尼，阮搁一摆将阮家己的生命交伫你的圣手。恳求圣神来帮助阮，互阮真实。经历踮伫主你内面咧活出新的生命，互阮军队主耶稣学习主耶稣，活出上帝的荣美，互人看见，当搁咧活的，毋是我家己咧活，是主踮伫我的内面咧活。
主耶稣，阮意爱亲像你，凡人拢看见你来敬慕你，愿万民拢归属你，愿一切荣耀拢归至高的上帝。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上帝有歌，就是拄起世界的罪，求你的名愿。上帝有歌，就是拄起世界。俄罗请献歌队。
这时，请咱三甲来恭守上帝的话。首先，咱来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2章第1节到第3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2章第1节。我因为锡安的缘故，的确无静静；因为耶路撒冷的缘故，的确无休困。直到伊的公义，亲像光在发出；伊的拯救，亲像灯在倒。列国要看见你的公义，列王要看见你的荣光。你要称呼，你要得到称呼新的名。就是耶和华亲嘴所称呼的，你要伫耶和华的手中做水的王帽，伫你的上帝的手掌做冕旒。接下来，咱来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到26节。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正道向耶稣摆上生命，请这么说。亲爱的兄弟姊妹，平安。最近阁有新的高峰。咱的教会嘛有几个家庭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无论是肉体，无论是灵魂，咱拢伫上帝圣手的中间得到平安。咱将咱所拄着的搅扰，就亲像今仔日的圣经节，甲咱分享，将咱的生命来交予上帝，交予主耶稣。这伫信仰上是一个真要紧的祈祷。将咱的生命交予主耶稣，将咱的生命交伫主耶天父上帝手中。咱的生命要全然无共款。伫咱要领受圣经的话进前，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万管荣的上帝，你的囝儿查某囝来到你的圣殿，亲像出外的囡仔，倒来到伫老爸的厝，伫即个所在家庭来团圆。主每一礼拜圣主日，就是阮追求你的时刻。愿你的灵，愿你的活命，进入每一个阮所听兄弟姊妹。阮的生命有快乐，享受阮健康平安。愿伫你的面前同齐祈祷，恳求你的圣神对阮讲话，也将活命的奥妙显明互阮知。当阮搁一摆将家己亲像5块饼2尾鱼摆伫你的手中的时，主你要往天祝谢擘开，你要传互别人。我要真侪上帝你手中重要的器具，也真侪有贡献，甲人同得福音好处的基督徒。主求你帮助阮，讲的听的，拢平平伫今仔日的礼拜来得到祝福。我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我要甲咱做伙分享一个改变咱一生的祈祷。当咱将咱的生命交予主耶稣的时，当咱将咱的家庭交予上帝的时，或者你相信你的家族要全然无共款吗？检测咱无一定有真清楚的把握，但是愿上帝听咱的祈祷，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弟姊妹，咱静静听，听上帝圣神对咱感动的话，然后将咱的家族，将咱家己的一生摆在上帝手中。无论今仔日的以赛亚62章，伊所讲的祈祷，或者哥林多前书第11章
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伊所教咱祈祷的4项真要紧的秘诀。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到主的面前，咱领受圣神的帮助。因为2000年前，耶稣身边的学生嘛安尼问伊讲：“主啊，请你教阮祈祷。”今仔日咱要对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来看见祈祷的重要。祈祷上重要，第一项就是将家己摆上，将咱的生命放伫主的手中，然后上帝要伫咱的人生中间来做工。这礼拜我参加我的阿姆的告别式，我一生中间真少听到我的阿姆讲到伊的许大人，毋是讲真少，并无真清楚完全知影讲我的阿姆因的家族是一个什么种的家族。今仔日我要用伊的家族的故事，甲兄弟姊妹来印证今仔圣经所予咱的话。我的阿姆的阿祖名叫做敖勇，欧阳敖勇，是一个真崇香的平湖人。伊为着要讨赚，也为着人生的幸福，伊对平湖迁徙来到凤山的所在，行脚伫亲人的厝。伫迄个中间嘛，得到亲人甲朋友的引带。伫大概100几年前，伊接触到台湾第一批上帝册内的宣教士，一个人叫做李修。我的阿姆的阿祖敖勇，伊真福气，伊所拄到的牧师就是台湾第一个牧师。虽然伊的人生，敖勇的人生真短。但是伊信主了后，上帝予伊的子孙得到怜悯。伊信主了后，有一个后生，有2个查某囝。伊伫伊的后生12岁时，伊就离开世间。伊信主了后，甲伊出世的囡仔号名叫做敖信德，就是讲因为信上帝要得到好的品格，甲伊的查某囝号名叫做敖密。意思就是我的查某囝要担着上帝手中迄个亲像迦南地老练甲蜜遐尼甘甜。虽然这个人伊一生并无改变，真做一个真富裕的经济，而且伊的生命真短，袂伫看到伊的囝儿甲查某囝大汉，但是因为伊的信，祝福伊的囡仔到后来。所听的姊妹，这个宋乡的平湖人，后来伊的后生，虽然嘛无讲经济马上就改善，但是继承伊的爸爸的信仰，坚持伫认真工作。后来到第3代，这个敖勇的囡仔就出医生、牧师，后来就真做阮阿姆一代搁一代。圣经讲上帝疼义人，上帝祝福义人。义人就是信靠上帝、敬虔持守、追求上帝的人。上帝疼义人到万世代，而且圣经讲上帝欢喜听义人的祈祷。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领受，因为咱中间无人会堪得讲我是一个义人，但是咱也愿意，咱伫主的手中，咱甲主讲：主啊，我愿意一生跟对你。这是这礼拜牧师对心中的祈祷，嘛欢喜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领受，将你的家庭，将你所拄到的情景，将你的事业，将你的事业行事，通过今仔日的礼拜，圣神带领咱，邀请咱来到上帝的圣殿，咱伫主的面前，咱举手向上帝祈祷讲：主啊，求你怜悯我。如果你最近的生活若有感觉不安，你感觉欠缺，兄弟姊妹，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邀请，咱每一个人拢通伸出咱的手，向上帝来祈祷。上帝设立圣殿最重要就是，互万民来进入礼拜堂，远远看去圣殿就举手祈祷。犹太人对所罗门设立旧约的圣经耶路撒冷的礼拜堂了后，犹太人当然开始咧爬山，看到山顶的礼拜堂的事。迄个时阵的圣殿无十字架，
因为迄是3000年前的代志。3000年前的是耶稣也未为着世间人定十字架，所以当犹太人对山骹慢慢咧爬山要去做礼拜的时，因若看到山顶的礼拜堂，因就举手，伊讲主我来啊，上帝我来就近你，你的名堪得阮敬拜，阮举手往你的圣殿祈祷，你的确要听我的祈祷。咱的教会起做后壁的教育馆。就伫上悬的所在，用一支十字架，互咱的庄头所有人会当看见有一间礼拜堂伫即个所在。兄弟姊妹，恁感觉安尼举手，往上帝的十字架，恁来做礼拜的时，伫遮出入的时，举出你的手，伸手来祈祷。兄弟姊妹，咱的生活若拄着困境，心内若有不安甲不满足。咱通往上帝举手祈祷。当咱举手的时，咱会当学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伫最后顶十字架的时阵，伫十字架顶悬讲7句话，迄就是传统上伫灵修的时，咱讲十架7言。耶稣伫十字架顶悬，伊最后讲7句话真宝贝的话，其中一句话，照着圣经的记载讲，耶稣伊甲天父上帝讲。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代你。圣经的记载，迄是最后一句话。当伊讲我将我的灵魂交代你的时，耶稣就离开世间。所以，兄弟姊妹，愿咱将咱的生命，亲像耶稣所留予咱祈祷的模样，咱将咱的灵魂交伫上帝的手中。如果咱的青年，你若伫这个阶段是咧找你人生的方向。最近真感动，看到千亿伊的短片，伊咧讲起伊对将来生涯的祷告跟规划。每一个人若伫咱的人生中间，咧找你人生的道路、真理与生命。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若无通过我，无人会通到上帝的遐。”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耶稣祷告：“主，我来跟对你，你就是我的道路。”你要享受真理，才做我的智慧；你要享受活命，才做我的快乐。主，我今仔日将我的生命来交托你。咱通用今仔日的圣经，以赛亚第62章第1节到第3节。特别第3节，咱拢真熟。伫过去的礼拜中间，牧师几啊摆用到以赛亚第62章第3节。伊讲：咱若伫上帝的手中。咱就要成做上帝的王宝，成为神掌中的华冠，成做上帝手中迄个贵重的，伊要用的王咧伫的物啊！这句话真侪人爱，包括我。咱若将咱的灵魂交予主的手，主要互这个平凡变作尊贵，主要互这个血气变作神圣。所以兄弟姊妹，以赛亚62章第3节。是一个应允，但是咱爱知影，其实这个王冠、华冠是什么？这是先知以赛亚为着互外邦人困住，遭受到巴比伦遭受到外邦人的军队咧攻击的以色列人，因的礼拜堂、因的圣殿，用要互人烧歹，要甲伊吞踏。所以先知伫迄个所在，为着上帝的教会祈祷。伊讲为着耶路撒冷，为着圣殿，我绝对无静静默默不言不语。伊讲我要的确出声，向上帝来祈祷，直到上帝的光照伫我的生命的中间。而且咱通用这段圣经做咱的祈祷。你若感觉你的人生最近拄着暗淡，拄着搅扰，你毋知是会平安，会顺遂，你通用这段诗。以赛亚的祈祷做你的祈祷，你甲上帝讲：我的确要向你祈祷，举手祈祷，直到你的平安，甲主你的荣耀、阳光、光明，甲我三甲伫地。愿天父上帝将咱的手举起的手，以纪念咱。这就是伫圣经中间，以后来以色列人，因世世代代当因祈祷时，因有一个习惯，因真爱举手祈祷。你若捌看去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旅游的短片，恁可能还阁有印象，
犹太人若甲耶路撒冷圣殿有一个所在叫做哭墙，伫迄个所在犹太人常常安尼，因为祈祷是其实足自然，因就会有一种的动作，无论是举手祈祷，无论是安尼摇摆伫迄个所在，所以圣经中间有2个所在记载着因安怎举手祈祷。我要甲兄弟姊妹分享这段圣经，因为大概阮若做位出去参庄咧运动咧散步的时，但牧师真爱当回头倒来教会的时阵，看到礼拜堂的十字架，伫迄个田园的中间，伊就举手，伫迄个所在开始祈祷。所听的姊妹，咱有偌济人，捌用这种祈祷的心来做礼拜。伫咱一路要来到教会进前，咱举起咱的手。犹太人是安尼，咱嘛是安尼。到咱的子孙，咱要向上帝举手来祈祷。所以《列王记》第8章第38节安尼记载讲：既若是上帝的百姓，因拢要向这个圣殿来举手。无论因甲上帝讨什么，愿天顶的上帝，你施恩赐福，听因的祈祷。愿这句话会通邀请兄弟姊妹，咱欢喜伫主的面前，举起咱的双手，将咱的性命，将咱的心思意念，将咱的情欲，将咱的看路，咱带到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我将我的一切交伫你的手中。少年教会青年，无论恁的事业，无论恁的婚姻，不要忘记祷告。恁将来事业，恁的婚姻，恁将恁的婚姻，将恁的事业，你甲主祷讲：主，我将我的一切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听我祈祷。这是今仔日做礼拜的时，教会邀请咱来得到上帝的祝福。今仔日以赛亞第62章第3節，是一個真高潮。以賽亞宣告講，這句話是上帝講的。兄弟姊妹，恁倒去讀第2節。第2節講，這是上帝親嘴所講的，因為上帝要甲恁號一個新的名。上帝講，你若佇伊的手中，你要真做王母，水的王母，要真做冠冕花冠。所以兄弟姊妹，你若願意，你通將你的婚姻，將你的事業，伫上帝面前甲主講：主，我雖然是真平凡，但是今仔日的禮拜，我要學習聖經內底有一個囡仔，伊將伊的便當5塊餅2尾魚，5塊蔥油餅2尾魚仔煲，這就是這個囡仔伊的晚餐。但是這個囡仔甲伊獻予上帝了後，兄弟姊妹，咱用這個故事來學習，要怎樣佇主的面前祈禱。今仔日我要甲咱首先來想2個問題：什麼種的祈禱會通得到咱生命的改變？伫今仔日的中間，咱要做伙佇主的面前講：主，我將我的生命擺佇你的手中。咱要問2個問題：第一，如果牧師安尼甲阮鼓勵甲邀請，我若真正將我的生命來交佇主的手中，那安尼我的人生會怎樣？像這你想咧，你無需要被解說聖經的英文甲故事最後的結局。你相信，當你將你的生命交佇主的手中的時，你的生命敢會無同款？會有什麼種無同款？這是咱一生的祈禱，也是一生的功課。像這你通問上帝，你通佇祈禱中間問聖神，你無一定愛問牧師。因為牧師嘛是一個有限的人，但是上帝的聖神就是智慧的源頭。第2個問題是什麼？什麼叫做牧師甲阮邀請講，將你的生命擺上？擺上的意思是什麼？在聖經中間有這種的圖像，就是當猶太人因咧做禮拜的時，因會起祭壇，在聖殿的內底有一個祭壇，因會將因所帶來的粉膠啊。羊仔囝、牛仔囝，因伫迄個所在抬，然後將迄個獻做燒祭予上帝，迄叫做擺上。擺上的意思是什麼？有真濟豐富的圖像。所以兄弟姊妹，回想你過去讀聖經，你佇這種的圖像的內底，
上帝对咱所托的，上帝对咱所托的是什么？就是心内诚实的人，素洁心清，真正对心内诚实的敬畏的心，上帝欢喜来感纳伊。所以，当咱摆上咱的生命的时，会怎样？圣经内底有两个故事，真有故事，真有图像，就亲像电影。恁若即摆甲回想守圣餐的事，亲爱兄弟姊妹，恁会记得过去你咧参加圣餐的时候，牧师有一寡动作，我毋知伫迄个动作的中间有互你看到什么。但一个牧师要甲咱分享，教会设立圣餐、主持圣餐，是照耶稣基督所讲的4个动作。第一，耶稣摕饼，将这个饼摕起来，然后伊安那，圣经的记载讲，耶稣甲伊祝福，然后掰开，最后叫长老传出去。4个动作，耶稣甲伊摕起来，然后伊甲伊祝福。主啊，这个是我的身躯，要为着所有的世间人来拍破的。祝福这个字，伫圣经英语翻译做 Benedict。Benedict 这个原文伫拉丁文就是讲水的话，水的话。兄弟姊妹，祝谢的意思就是，当我将我的生命摆上的时，耶稣甲我祝福，用稳定的话来宣告。这个普通囡仔，这个平凡的囡仔，伊的生命要得到上帝的稳定。祝谢是这个意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当咱把咱的生命亲像牧师咧主持圣餐摕起来时，你通用敬畏的心，通用信任的心，你甲主祷告：主啊，我将我的生命仰望你。主求你甲我还手。祝谢的意思就是还手，就是祝福。上帝用伊的稳定的话来对这个囡仔来宣告。所以犹太人相信基督的话是有气力的，所以犹太人真相信老爸临终所讲的祝福是未改变，是祝福的。所以，兄弟姊妹，当耶稣把咱的生命宣告祝福，伊讲见老人伫我的内面，伊就不搁再生活伫黑暗中。耶稣嘛安尼甲咱宣告讲：我来是要为着世间人得到丰盛的活命。所以，兄弟姊妹，耶稣所讲的应允的话，耶稣伫一生中间所做每一项的信仰，拢是用伊的话。伊讲鬼出去，鬼就出去。耶稣讲起来，爬起来行，无搁再困去，人死人就搁活。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将咱的生命交伫主的手中的时，咱的生命会怎样？咱会当回想，耶稣摕到迄个囡仔伊的五块饼2尾鱼，迄个故事的结局是怎样？耶稣摕到迄个五块饼2尾鱼的时阵，耶稣的动作甲伊设立圣餐同款，伊甲伊摕起来，然后仰天祝谢，祝谢了后，耶稣甲伊掰开，然后伊传互伊的学生，传互众人。兄弟姊妹，祝谢就是宣告，这个物质的物件要叫做生命的本质要改变。当咱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手中，虽然咱是平凡，亲像我拄则起头甲咱分享我的阿姆的家族后勇。当后勇找上帝的时，上帝予伊的子孙，就亲像这个五块饼2尾鱼，上帝对伊祝福，祝福了后，伫遐甲伊掰开。掰开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多加。原本是一块饼，但是掰开变偌济。兄弟姊妹，咱的生命伫上帝手中，主耶稣若甲咱掰开，迄象征就是咱的生命的质已经伫基督中间改变，咱的生命开始要改变。就亲像今仔日伫咱敬拜赞美的时，伊能带咱唱迄条歌，一粒麦子。
咱的生命若亲像主耶稣基督所使用的，主耶稣甲咱抬伫土里，就亲像伊用手甲咱掰开。圣经讲，即个麦啊，若抬落伫土里，伊就要结出百倍的麦穗。所听爱的姊妹，当主耶稣甲咱改变，互咱有丰盛多佳的生命了后，耶稣要互咱成做一个有贡献的人，给出去。英语讲 give away， 就是讲，当耶稣将这个饼掰开了后，伊将这个生命给出去。这个饼不过再是一个普通的葱油饼，伊要成做一个有贡献的人。人的一生中间最大的幸福，就是感觉伊伫人生中间有成就感。伊对社会有贡献，伊对家庭有贡献，伊对世间有贡献。一个人最大的自我的肯定，就是伊伫贡献的时阵，伫上帝所分享出去的时阵，伊的生命得到完全。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来参与心灵的圣餐，也准备咱后礼拜来参加圣餐。后礼拜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一礼拜，咱的教会拢有圣餐。伫咱要守圣餐之前，咱重新听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伊讲：恁着用安尼来纪念我。耶稣伫第一摆圣餐的时阵，伊甲迄个无酵饼掰开。伊甲伊摕起来，就亲像伫迄个家庭马可的家庭厝内，甲伊备办迄个无酵饼，伊甲即个饼甲伊摕起来，然后伊仰天祝谢，然后伊甲伊掰开，最后伊传互伊所有的学生。耶稣伫即个时阵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敢会记得牧师圣餐的时，拢逐摆拢会安尼祈祷。伊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其实伫原文无拍破这个字，伊就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原文的圣经是安尼讲，但是咧拍破这个字对来，是对头前迄句。伊讲：“仰天祝谢，掰开。”所以接落伊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以后来翻译做两种，中文的圣经甲伊翻译做：“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弃的舍，为着恁所放下的性命，白话字的圣经该翻做：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所听的姊妹，愿咱伫以后守圣餐的时阵，咱用敬虔的心来做这4个祈祷。因为这4个祈祷就是咱灵修真要紧4个动作。我用英语甲咱分享，因为英语有4个字足清楚、足好丰富肯定的意思。伊讲耶稣摕起来，意思就是迄个饼，互人摕起来。这4个字拢用被动，都是被动。这个饼，耶稣甲伊摕起来 ，be taken， 就是互耶稣摕起来。咱的生命，互耶稣摕起来。耶稣是主动，咱是被动。我们是被祝福的人，所以每一摆。咱的教会若有伫圣礼殿的时阵，特别是要设立牧师，也是设立团契的干部，也是设立长老，拢有一个动作，就是该欢手祈祷祝福。当咧祝福的时阵，就好亲像将这个人该交托给上帝。所以咱的生命有灵修中间有4项的代志。主啊，我将我的心交代你，主你甲我提起。主，我心内有烦恼、有看路、有苦楚、有惊吓、有不安。主，我将我的内心摕起来，我放伫我的手中。主，我将这一切来交予你的事。主耶稣，主耶稣将咱心中的看路，伊甲咱摕掉。兄弟，你知影这个祈祷吗？如果你若知，以后你会当常常安尼用。第二 ，be blessed，blessed 的意思就是祝福。被祝福，咱的人生要受耶稣的祝福。你若受到耶稣所讲真侪应允的话，伊讲我是世间的光，既然信我的人就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耶稣讲，我留落我的平安，互你。你会记迄句话是什么时阵讲的吗？
是耶稣死搁活了后，耶稣对死搁活了后，伊倒来安慰伊的学生门徒，伊对外面入来。圣经记载讲，伊对墙啊、对围墙、对壁忽然出现，学生拢着惊，但是耶稣甲伊讲：毋免惊，是我将我的平安留落互你。兄弟，第二个祈祷就是领受上帝的应允。第三，咱的生命要受改变。耶稣甲咱的心拍开，亲像咧甲咱手术，伊将迄个垃圾、将迄个惊吓、将迄个不安，对咱的生命中摕掉。兄弟，你愿意互耶稣改变你的生命吗？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讲：主，我举起双手，将我的生命交予你。既若无属上帝，遐个世俗、遐个垃圾、遐个奸诈、遐个邪恶，主若伫我的生命中有遮个无好的物件，主耶稣对今仔日开始，你甲我拍破。圣经记载讲，这就是拆毁与重建。那这听有吗？耶稣掰开这个饼的时，有两个积极的意思。一个，伊掰开是一个拆毁，无属上帝，上帝甲咱摕掉。重建的意思就是上帝将伊的性情，圣经讲有分伫上帝的本性，上帝将伊的性情就亲像圣神，搁一摆分入伫咱的内底，然后上帝将咱传出去，意思就是要将咱叫做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咱要叫做祝福人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拄则迄是咧讲起摆上的生命会怎么样？第二，伫即个今仔日的经文中间，我要甲咱做伙来想，我如何摆上？摆上的真谛是什么？摆上的意思就是你伫上帝的面前，你愿意将你家己的亲像上帝甲亚伯拉罕讨伊的大囝以撒，恁会记迄个故事吗？亚伯拉罕伊献伊后生给上帝，就是一个足清楚、足宝贝的奉献。所听的弟兄们，咱唔甘的，上帝所爱就是咱上宝贝。咱要孝顺上帝，唔通献迄种咱所无爱，才摕来到上帝面前讲：上帝，我献给你。咱若对咱心所爱的人，咱甲伊分享的。的确是咱感觉咱生命内底上好的。所听弟兄妹，迄个意思，摆上的意思，就是甲上帝讲：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正对伫礼拜堂中间，你的祭坛顶悬迄个芳芳的祭。所以犹太人因献到上帝的礼物，拢是头一水上好的，无瑕疵的。恁若去读旧约的圣经，就是没有瑕疵的，迄个摆开羊仔囝。因绝对无献伫圣殿的中间。咱有肢体障碍下，这请咱莫因为这个图像感觉咱是一个无完全的人，毋是。圣经毋是迄个意思，意思就是你的内心的圣洁，毋是你的肢体的残缺，毋是。最主要就是咱伫上帝的面前，咱的自我的图像是毋是一个我愿意、心甘情愿。第二，咱渴望被改变。主啊，你的话是信实的，你的话怎样讲出，就照安尼成就。你相信，当你将你的生命摆上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改变吗？信的人就得着，讨的人就得着。咱若安尼相信，咱若安尼祈祷，咱的生命就要照上帝应允来成就。第三，咱伫上帝面前，咱的生命的确受改变。耶稣甲伊掰开，这是一个改变的图像。咱的生命若伫耶稣的手中，耶稣讲：“我是过园的葡萄园的工人，迄个无结果子的树枝，我就甲伊剪掉。我修剪好这个葡萄园，这个葡萄藤，我会甲伊疏果，
我会剪掉遐个无好的，然后互伊的生命会当发出更较水的生命。最后摆上的意思就是，亲像今仔日咱圣歌队所献这条诗歌，本身将咱家己献为活祭。这句话记载伫今仔日的金句，罗马书第12章第1节。伊讲我所听兄弟姊妹，我苦劝恁，将恁家己献做活祭，是上帝所欢喜的，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的。献祭的动作，其实就是礼拜。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来回想今仔日的圣经。今仔日圣经，我要甲咱分享2个真要紧，通过今仔日的圣经的祈祷。第一，兄弟姊妹，不要吝啬对神摆上自己。有的人对伊的事业、对伊的外面、对伊的交际应酬真慷慨，但是奉献足小气。兄弟姊妹，愿咱知影，奉献毋是交换，毋是讲你奉献愈济，上帝就祝福你愈济，毋是意思。奉献是一个心甘情愿甲上帝结连。上帝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吼，你所想事，你所收回，你的确要阁想事。奉献是明白，上帝是迄个活命的水泉。所以，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入捌生命的祷告，将咱的灵魂，将咱的心思意念，将咱的情绪，将咱的家庭，将咱的事业，咱交伫主的手中。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应允搁一摆读互咱听，通过今仔日的诗会，通过圣经甲咱讲，你若将你的生命交伫我的手中，你要真侪有荣耀的身份的记号。华冠的意思就是真侪荣耀的记号，荣耀的身份。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摆上自己，咱甲上帝讨讲，主我虽然不配。但是到后来，主你予我的子孙看到我真实信息的信心，也安尼受祝福。咱来用耶稣所留予咱4个动作。拄则我用英语甲咱讲，第一就是摕起来。当主耶稣若愿意甲咱摕起来，咱就要受高举。拿起来的意思，伫圣经中间有一个意思，就是上帝用伊的手甲我高举，耶稣甲我摕起来。我何德何能？主啊，我未堪得，但是你若愿意使用我，你甲我摕起来，愿上帝高举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当主甲咱高举的时，咱心中不会产生骄傲，反倒当伫圣神甲咱摕起来的时阵，咱不但袂骄傲，咱反倒当会谦卑，感觉讲主啊，我实在未堪得，我不配。但是，当你将这个尊贵的、这个新的生命积分给我的时，我感觉真大荣幸。上帝，你赏赐我新的名、新的生命。愿天父上帝，伊的手，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高举起来。第二，伊对咱讲伊的计划。所以，兄弟姊妹，毋免急要甲上帝讨东讨西。当你安静伫上帝的面前的时，静静听，今日敬拜赞美的第3条诗歌，静静听。我的牧者听见我的声，静静听，我听见牧者的声音。当咱静静听的时，咱就听到上帝祝谢的话。上帝讲：“你是我所宝贝的子，我要祝福你，甚至连你所无讨的。”我嘛要予你，你会记这句祈祷甲祝福吗？这句话出现伫什么所在？出现伫所罗门的祈祷。所罗门求智慧，真做上帝好的奴仆，通管理以色列王国。上帝欢喜无自私的祈祷，所以上帝甲所罗门讲：连你所无讨的，我嘛拢要加添予你。耶稣嘛讲过这句话，伊讲毋免亲像外邦人讨东讨西，要食什么、穿什么、用什么，要啉什么。
因为迄是外邦人所讨的。独独成就上帝的国甲伊的义，剩的我就拢要互你，有无？你若成就上帝的家己，剩的就随后而来。咱若掠条上帝，上帝所必办的，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就随后而来。这不是交换，这是信任，这是信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的生命中间受改变。咱甲主祷讲，主求你拍破我旧的习惯、旧的性情、旧的念头，拢已经过去，一切变成新的。愿天父上帝甲咱掰开，然后愿咱伫上帝的手中，成做别人的祝福。当上帝将咱的生命分享给别人的时阵，将上帝将这段教会甲咱拍破，无自私，无留伫咱家己，给出去的时候，这间教会要成做上帝伫云上的教会，是普天下的教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主耶稣讲，恁着纪念我，恁着纪念我。愿咱将咱的生命。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有一个愿意的心，咱甲主讲，主我愿意，将我的事业，将我的婚姻，将我的家族，主，我所有的一切拢是你想事，也有我收回，我无第二句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摆上自己，诚然的向耶稣基督，因为今仔日的哥林多前书11章。就是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嘛是一个上水的祷告的典范。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感谢你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你甲我讲这4个祈祷。兄弟姊妹，这毋是牧师的想法，这是2000年来伫教会的中间就是安尼。所以牧师会晓主持这个圣餐，是因为我有真侪互我感动的人，因咧主持圣餐的时阵，互我看到伊真神圣的图像。我特别真爱参加天主教的弥撒，因为天主教的弥撒比基督教的圣餐，因的动作、因的敬虔，佫较有迄个味道。所以兄弟姊妹，当一个神父伊甲迄个饼摕起来的时，迄种的安静、挺胸，伫主的面前敬畏的心。所以兄弟姊妹，以后咱领受圣餐的时阵，咱嘛爱亲像安尼，有敬虔的心。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当咱每一摆摕到这个饼的时阵，牧师讲摕去食，这是耶稣基督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事。咱要食之前，咱摕起来讲：主，我感谢你，我将这个饼改变我的生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献家己做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是理所当然的，是上帝所欢喜的，是清气佮圣洁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个人的故事，恁捌听过牧师讲过，我无要搁再讲伊的故事。伊留落一生中间，伫伊的圣经，这个人26岁就过身，是美国足出名的一个企业。恁捌食过迄个串冰浇炼乳有无？鹰牌炼乳，迄就是因兜的工厂出产的。这个叫做波德恩威廉这个人，伊的妈妈送伊的第一本，爸爸送伊第一本的圣经，伊摕着一本圣经时阵写一句话，叫做毫无保留。伊迄个时阵，就伊足细汉青少年的时阵，爸爸送伊本圣经的时阵，伊心中就有一个感动，伊伫圣经顶悬才毫不保留。后来，这个人足出名，伊读真好优秀的学校，伫美国的常春藤大学毕业，非常的优秀。但是，伊的故事拄开始，伊受到呼召，伊想要做宣教师，所以伊去申请，伊要做海外宣教师。当海外的宣教机构甲伊接纳做宣教师的时，伊伫伊的圣经写第2句：永不回头。我若为主行出去，我就无搁再倒来。有影，伊行出去了，伊就无搁再倒来。
后来伊死伫埃及，因为疟疾的影响，所以后来判病，伊死伫埃及。伊要死之前，伊伫伊圣经写最后一句话：毫无遗憾。虽然我一生并无照我甲上帝约束，完成宣教师的丰功伟业，但是我的性命已经伫主的手中成了，毫无怨悔，毫无遗憾。英语写得足水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兄弟姊妹，愿咱的囡仔会经到头，是一个毫无保留、永不回头，伫一生中间嘛无遗憾的人生。上帝祝福恁的家族，互耶稣的典范成做恁的典范。这是今仔日的祈祷，咱接续顶礼拜。顶礼拜牧师有甲恁读到即句圣经节，今仔日我用即个圣经节来做今仔日的结论。耶稣讲：我所做的，恁嘛着照安尼去做，而且将来恁要做更较特别、伟大、有价值的事。耶稣伫这个所在留予咱一个典范，就是用祷告为上帝做事，用祈祷将咱的生命交托，参与伫上帝的计划，用祈祷为主为上帝来做大事。耶稣用祈祷将伊的生命交伫上帝的手中，无怨无悔，伫十字架顶悬。博得恩之不及个是模仿耶稣伊的行为。所以耶稣伊用祈祷，为着上帝做天父上帝爱做的事。兄弟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咱通过祈祷，咱明白上帝的心意，然后咱完成上帝所交托咱的事，咱会当安尼做。我们可以如此祷告。要结束之前，咱会当用安尼来做咱以后灵修的祈祷。第一，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互咱第一个祷告的时候，你会当将你家己的生命摆上，你甲你的心，你甲摕出来，你甲主讲：主，我将我的心摆伫你的手中，交托你。第二，你通伫主的面前甲主祷讲：主啊，求你甲我欢手祝福。主求你甲我祝福。主耶稣讲：恁着听候圣神降临，恁就要得到大能力。第三，咱通伫主的面前甲主祷讲：主耶稣，我将我的生命交互你，我的自我，我的骄傲，我内面的罪，遐个无好垃圾的遐个行为，就亲像电脑内底那中毒叫做病毒，咱的思想有时候也会干扰到不适当的想法。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伊甲咱擘开的是，互咱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被打破。咱愿意伫主的面前讲，我的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的人生观，主耶稣求你甲我拍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伫主的面前最后结束的时阵，咱甲主讲：主毫无保留，毫无遗憾，永不回头。毫无保留，毫不遗憾，永不回头。主，这是我伫你的面前甲主你的约束，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求你亲自用你的圣神，将火这个感动放伫你每一个囝儿甲查某囝。就今仔日，我已经恭敬领受圣经的话，但是心中的这段的火是对圣神来，恳求亲爱的圣神，甲每一个今仔日有感动的阮的兄弟姊妹同在，扶持帮赞坚固，互阮今仔日的感动到一生的路尾永无改变。恳求圣神帮助阮。互今仔日的感动永远无改变，直到有一日，阮到天顶见你的面，阮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也这时，请咱三甲来吟圣诗应答上帝听。圣诗341首，上帝是我一切愿望，请咱起立吟全首。这请坐，请咱准备奉献。
咱伫诗歌中间，甲直播的兄弟姊妹，咱同齐来分享主耶稣基督的听。咱即个诗歌，咱伫主的听的内底，咱来领受主耶稣的平安。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你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哦，耶稣听你的话，求你，耶稣永远听你。亲爱的姊妹，无论你伫什么所在，愿主的平安甲你三甲伫地，咱同心来祈祷。祝愿纪念拄拄离开阮的詹天碧老师。阮感谢你，互伊伫最后有得到上帝你的圣神的陪伴。阮听见伊伫最后临终的时，常常呼叫上帝你，讲哈利路亚。所以恳求天父上帝你怜悯这个家族，互因伫死世的中间得到上帝你的安慰。至圣的天父上帝，特别伫生甲死这个充满尊严神圣的时刻。教阮生命的功课，所以嘛，为着阮中间有人心神欠安，或者伫即个流感还是武汉肺炎感染的兄弟姊妹，求天父上帝保守阮，互阮会当有恢复，有上帝你所想事的稳定。至圣的天父上帝照顾阮中间的长辈，互因会当避免即种的感染。求天父上帝，你帮助阮中间，世事若有人伫因的一生中间咧找一个新的阶段的标杆。求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圣经应允的话，互因对心中清楚来回应上帝你的带领。求天父上帝帮助阮的囡仔，伫过来即个夏令营，因要真做一个小小的老师，伫营会中间来带领社区甲教会。青年，我要恳求天父上帝赏赐因属天的气力甲能力，使阮伫你的面前恭敬仰你来恳求，愿主你的平安甲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同在，直到世间的落尾。愿咱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咱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咱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咱来请即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咱会当做伙祈祷。即礼拜生日的人，敢有伫咱中间？美惠姐，生日快乐！咱做伙来祈祷。祝即礼拜有几啊个阮的兄弟姊妹因生日，阮伫你的面前，要奉你的名为因祈祷。所以，特别为着美惠，恳求天父上帝，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求你听因的祈祷，当伊按你举起双手来祈祷时，主你互伊的杯满满有上帝你的恩惠。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为着所有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来恳求你，主求你帮助因，互伊有适量的智慧，当算数家己的年日。愿将所有这生日的人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填满因生命的杯，也赏赐圣神，互因有智慧，通算数家己的年日。愿伫你的面前恳求祈祷，我给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吼，来请师会来报告。
即时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一礼拜，早起时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暗8点伫礼拜堂，青少年团契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拜六暗时7点半咱线上查经。圣公的服侍下礼拜聚会，请张宏仁执事领诗请妇女团契，司琴请陈美秀执事，司宪请林安乐何书记执事。爱餐咱暂时暂停。新眼光的读经，请咱照这顺序来灵修。具体交通，第一，后礼拜有圣餐，请咱有备心，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礼拜后也有7月份的中集会，请中集出席。第二，本主日爱餐暂停，因为备餐小组的疫情感染，咱等待疫情较稳定了后，才搁恢复。第三，今年的野外礼拜有定要伫8月20号举行，地点伫北门市教会。请咱大家将这个时间留落来。咱大家大大小小拢来参加。咱教会已经真久的时间无野外礼拜。咱嘛有准备即个大台的富康巴士咱若有行动无方便的，若是咱的长辈拢会当参加咱要去北门市教会参观乌卡病纪念迄个病院咱嘛有要去参观要去台南迄个所在来看迄个台南的迄个生态咱嘛要去了解迄个所在有一个所在的地名叫做台湾就是台湾的迄个名的起头的所在咱在这个时间留落来，咱做伙来参加咱的野外礼拜请咱义诊来报名因为咱爱保险第四，7月初3到初7是咱的暑期儿童营，请咱大家为着青少年因的事工来代祷关心。第五，请咱嘛继续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是有错误的，则过继人员来更正。代祷的事项，第一，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这个祈祷。第二，咱嘛继续为着身心欠安的兄弟，甲为着咱教会所有长辈的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三，嘛继续为着咱教会青少年的心灵甲因的课业来祈祷。为着升学的这个青年，升大学的有硕恩、以义、甲名誉，为因来祈祷。第四，咱嘛为着适婚的青年因的婚姻来祈祷。第五，为着姊妹教会来代祷，和郭富林集集以及德克达雅。请咱三甲来吟上言圣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线，请曾牧师祝祷。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永更偏照你，也应主庇关怀你，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守赐你平安。阿门。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个伫地
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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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默祷闭会。